哥林多前書第11章。你哋愛學愛，像愛學基督一樣。愛稱讚你哋，因為你哋常常記得愛，也遵守愛傳本你哋嘅教訓。總係愛希望你哋明白，基督係每一個人嘅頭，老公係伴娘嘅頭，上帝係基督嘅頭。男人祈禱也係宣傳上帝嘅話，那將頭拿明燈，就係羞辱基督。總係婦人家祈禱也係宣傳上帝嘅話，那無明燈頭拿，就係羞辱自家嘅老公。兩種婦人家同剃頭頭拿無嘅婦人家無碼嘅分別。婦人家那係唔明頭，佢就愛剃頭頭拿無。既然認為剃光頭也係剪頭頭拿無係減少嘅事，佢就應該明燈頭。男人唔是明頭，因為佢係上帝嘅形象老陽光，仲係女人係男人嘅陽光，因為男人唔係對女人錯嘅，顛倒女人係對男人來錯嘅。男人唔係為女人錯嘅，仲係女人係為到男人來錯嘅。所以為到天使嘅緣故，婦人家應該愛明頭巾，來表示其順服老公嘅權威。其實在主嘅地位，男人和女人互相依靠，彼此需要。因為女人係對男人來錯嘅，同時男人係對婦人家來出世嘅，仲係萬物全部係對上帝來嘅。你哋自家判斷，女人向上帝祈禱，唔明頭錯冇。你哋嘅本性更唔係自私你哋。男人留長頭那麼係佢嘅堅守，仲係女人留長頭那麼就係佢嘅陽光嘛。因為長頭那麼做得扎定佢嘅頭拿。那有人愛偏頗，愛自由講，愛到留上帝嘅宗教會無配嘅規定。下輩愛所愛吩咐嘅，唔係愛稱讚你哋，因為你哋嘅智慧實在有損害，無利益。第一，愛聽講，你哋在教會智慧嘅事結黨分派。愛相信這個話有一部分係有樣嘅，你哋中間有分派係難免嘅，也反轉會顯出罵人嘅主張較錯。按樣，你哋智慧嘅事就唔係是主嘅完全，因為你哋說嘅事特啥先是自家帶來嘅東西，結果有的人餓肚子，有的人是酒醉。你哋愛食愛啉，做乜嘅唔愛在屋下，也係你哋故意愛藐視上帝嘅教會，同時愛本窮苦人減少希望。我對你哋愛樣板講呢，愛稱讚你哋嗎？我實在無法度稱讚你哋。我所傳本你哋嘅係我對主良處嘅，主耶穌本人出賣嘅安布，拿起餅嘅感謝上帝後就擘開講：這係我嘅身體，係為你哋犧牲嘅，你哋愛按樣行來紀念我。吃飽後，佢照樣拿起餅嘅講：這餅係上帝用我嘅血所立嘅新約，你哋特別臨嘅時愛按樣行來紀念我。所以你哋特別食這個餅，啉這個餅，係先過主嘅死，直到主再來。所以無論乜人，那麼用敬虔嘅心食主嘅餅，啉主嘅餅，佢就係得取主嘅身體，流主嘅血。每一個人應當先審察自家，然後將食這個餅，啉這個餅。那係佢食這餅，啉這餅嘅事，無確認所食所啉嘅同主身體嘅關係，佢就係自然審判。就係因為這樣，你哋中間將會有很多人身體軟弱、不平、死體嘅也有。我哋那先反省自家，就唔會受審判。總係我哋受審判，係本主管教。
愛本愛豆唔是同世間人向下數天吹，所以愛嘅兄弟姊妹啊，你哋切實來實做嘅完全嘅事，應當彼此等候。那有人妒忌，應該在屋下先說，免得棄非嘅事受上帝審判，其他嘅事等愛到將來解決。